間呢，佢哋嘅抗議矛頭由批評政府腐敗開始，一路升級至針對最高嘅領導鄧小平嘅咁樣嘅演變，有人認為係導致政府強力鎮壓嘅原因。咁對呢個問題應該點睇呢？咁今日咧，我哋係請咗工聯會副理事長譚耀宗先生，同埋教育工作者聯會嘅副主席曾鈺成先生上嚟傾下呢個問題嘅。咁首先曾生啊，有消息話咧，北京嘅學生出現咗分裂喎，咁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係被撤職嘅。咁你覺得呢個發展係顯示咗啲咩問題呢？我覺得好似呢次學生運動咁樣嘅性質嘅運動咧，就有矛盾係必然發生嘅事幹。而一個學生嘅領袖啊，佢要喺運動當中產生出嚟咧，係會經過曲折，會經過反覆。所以呢一次吾爾開希被撤職咧，就唔等於佢冇機會再成為學生領袖。如果再有機會俾佢顯示鍛鍊嘅才能咧，佢依然可以再出翻嚟嘅。咁啊，譚生你點睇啊？就我自己覺得比較有少可惜啦，因為係一個咁關鍵嘅時刻，而學生內部出現啲咁嘅問題。而我哋再睇翻咧，吾爾開希呢個人咧係比較有勇氣啦，有能力啦。咁而且佢好敢於負責，佢可能會佢嗰個嘅分析嘅時間咧，就或者出嘅主意咧，可能都係比較實際嘅。咁但係好難講啦，因為一個咁大型嘅學生同埋群眾嘅運動嘅時候咧，咁大家不同嘅意見啊，好多時會出現㗎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可能出現咗或者會喺某個時期，佢可能要離開個領導嘅崗位。咁講開佢比較實際啊，咁事實上喺今次運動裏面，有啲學生係曾經激動啲，或者企圖衝擊人民大會堂啊，甚至想引火自焚嘅咁。但係吾爾開希就的確比較實際啲，係想加以制止嘅。咁佢今次即係撤職啊，對學生會有冇啲咩影響咧？你哋認為？我覺得最明顯嘅影響咧，就係學生當中係少咗一個立即係即係比較有威信嘅領袖。咁呢個咧就恐怕會係使到呢個運動咧就更加難話由有一個好有力嘅一個指揮嘅部門咧嚟到能夠指揮得到。咁會唔會係即係或者成個學生會係偏激咗咧？因為冇咗吾爾開希呢個比較實際啲嘅領袖。就我希望咧，即係大家都能夠喺學生會裏邊係繼續比較理智啲嘅態度去嚟應付而家嗰個咁複雜或者一個咁嚴峻嘅時刻啦。咁就而係我相信咧喺學生會裏邊咧，當然可能佢哋喺領袖方面佢哋有不同嘅分析。譬如有啲認為話，好似吾爾開希咁，佢認為話而家撤出去可能對所有嘅學生嘅生命安全比較有利一啲。咁但係可能有啲嘅同學會認為個分析就認為話，如果而家我哋撤離天安門廣場嘅時間咧，可能我哋就再嚟唔翻呢個地方，再即係變咗喪失咗呢個陣地咧，就對成個爭取咧係不利啦。咁其實你自己係咪會比較偏向即係吾爾開希嗰種睇法咧？就我諗，因為我哋而家唔係喺個現實個環境，就邊樣嘅情況係有利咧？就我哋國外人亦都好難去嚟理解。加上而家有好多嘅消息咧，又好似好唔準確。譬如好多時候又話出現呢個軍警會血腥鎮壓啦咁。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學生係手無寸鐵，係面對咁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同學嘅生命係第一位啊？抑或我哋考慮話，我哋雖然可能有啲同學因此而受傷或者被捕，但係可能喚醒更多千千萬萬嘅群眾起嚟。咁所以我諗即係睇下嗰個大家個評估係點樣，都好難衡量。咁曾生你嘅睇法？如果即係就呢次譬如話吾爾開希被撤職嘅個理由嚟講咧，我就覺得都有一定嘅理由，因為我哋事實上正如阿譚生講咧，我哋對廣場上面實際上發生嘅嘢，我哋就唔係知道得具體。但係咧，從表面嚟睇咧，如果喺咁嘅局面之下，就發出一個號令係話要撤退咧，呢個係會引起混亂。所以就對於呢點嚟講，我就覺得吾爾開希呢一個做法就似乎唔係太過高明。咁即係無可否認，而家嚟講個學生會係即係有少少分裂啦，因為有意見分歧咁。咁呢種分裂喺呢個階段嚟講，會唔會令到即係學生喺民主運動之中嗰個影響力係慢慢消失咧？我覺得係雖然有啲不利嘅因素，但我覺得都唔緊要。關鍵咧就學生嘅一連串嘅行動咧，已經感動咗全國人民同埋海內外嘅華人。咁我覺得呢點係最難得嘅，因為喺前一個時期裏邊咧，其實整個學生運動都比較低沉嘅。咁而能夠係喺一個比較短嘅時間裏邊喚醒所有嘅學生同埋喚醒全國人民，呢個係好唔簡單嘅事。
咁係咪即係話即係學生嘅作用已經發揮咗，可以功成身退咁講啊？我覺得又唔一定係咁，而且我就覺得似乎我哋就冇乜必要係誇大呢次嘅所謂分裂。正如我正話講咧，咁嘅運動咧一開始咧就肯定會有不同嘅意見，係會有矛盾。而家呢個學生運動能唔能夠再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咧，仲要睇佢喺下一個階段會唔會能夠轉入一個更加有效嘅一個咁樣嘅鬥爭嘅方式。咁喺今次學生嘅運動之中咧，即係經常就有好多未經證實嘅小道消息喺度流傳㗎。咁你哋覺得即係呢啲小道消息係對於呢個運動起咗積極啊，抑或係即係消極嘅作用咧？我相信呢啲消息咧，有時可能有啲積極嘅因素，但係可能亦都相反嚟講，亦都有啲消極嘅因素。但係呢啲咁嘅小道消息咧，往往由於係新聞封鎖嘅情況底下咧，就越多出現嘅，因為嗰啲消息係真真假假。咁所以我覺得咧，我係好反對咧中國政府當局咧係即係進行呢個新聞封鎖呢樣嘢，根本對政府嚟講根本冇好處，而且係一個好極大嘅破壞本身國家嗰個國際方面嘅形象。我都同意呢一個意見，即係我都係好反對呢個新聞封鎖嘅做法，因為咧實際上喺天安門廣場同埋整個北京市咁緊張局面底下咧，譬如話學生聽到啲咩風聲咧，就會緊張起嚟啊，甚至係會出現一啲即係失控、好不安嘅情緒，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幹。咁嘅情況之下，要杜絕小道消息咧，就一定要能夠使到學生咧盡量快知道真正嘅事實。所以呢個新聞封鎖實際上係好不智嘅。咁其實啊，今次北京學生係曾經就2點要求同政府糾纏咗好耐嘅，就係要求同政府平等對話，同埋係即係要求政府否定《人民日報》嘅社論嘅。咁即係究竟啊，學生喺呢2點上面爭持咗咁耐，即係咪明智嘅咧？你哋覺得？《人民日報》426嗰個社論啊，學生係作為一個焦點咧，呢個係不可避免。我呢個的確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即係熟悉國內嘅政治生活嘅人都會知道咧，即係如果呢場運動啊係由當局正式係將佢已經定性作為一個動亂嘅話，咁啊即使保證話運動過後咧就冇秋後算賬咧，就曾經參加過呢場運動嘅人啊，都係會對佢嘅前途咧肯定佢係會有個陰影嘅。所以學生係要求呢個政府當局咧對呢一個運動重新定性，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要求嚟嘅。我覺得呢2點要求亦都好基本，譬如對話咁，呢個好簡單嘅事嚟啫。即係政府應該完全可以答應，可以做得到，應該做得比較好嘅。另外一個對於嗰個社論嗰個，我同意曾生嘅分析，因為過往嚟講咧，中央都係用一種咁嘅辦法，即係對一個問題佢定咗性之後咧，你想推翻咧就好艱難嘅。咁而家佢哋要爭取呢點，即係話要扭轉中央對呢個問題嗰個嘅定性。咁而再睇翻而家學生嘅運動或者加埋群眾嘅要求咧，已經唔止係呢個階段啦。佢哋係好明顯提出一個好強大嘅呼聲，就要李鵬下台，因為佢哋覺得李鵬要負上呢個嘅政治責任。即係你覺得啲學生堅持呢2點係應該嘅，你哋都覺得嚇？咁但係譬如佢哋整體嚟講，即係今次即係呢2個星期嘅運動裏面，個策略上有冇啲咩錯咗或者唔妥嘅地方咧？你哋覺得？我覺得咧，如果話作為一個咁大規模嘅學生群眾運動咧，如果我哋而家喺個局外裏邊去諗，可能會好多過後孔明嘅嘢，即係認為話咁樣可能咪仲好啲，或者咁可能仲個損失仲少。但係我覺得喺個咁大型嘅運動裏邊咧，我哋唔可以要求咁多。我覺得一個值得可能值得爭議下嘅問題咧，就係譬如話5月4號學生勝利進行遊行之後。跟住就係號召返學校復課嘅，咁如果到嗰個時候就復課，即係使呢個運動暫時平息，係咪會稍微好啲咧？咁，譬如我哋見到有一個直接嘅後果咧，就係